接下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在世界动物日提倡推广素食；中共以黑恶势力为名审判西藏桑曲10名维权藏人；藏人行政中央纪念圣雄甘地诞辰151周年。39国联合呼吁中共尊重新疆与西藏人权。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者参加全球抗议中国运动。卡尔梅克共和国为感恩达赖喇嘛尊者举办图片展。英国国会议员举办西藏问题辩论会。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支持西藏自治的决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10月4号世界动物日发表了一份特别声明，呼吁人们保护动物，积极推广素食运动。尊者在声明中指出 Some people really showing concern about animal right. This is very, very encouraging. If our world, only human being, other animal disappear, then we really will feel very lonely. So these animals are something like the ornament of our world, including birds, fish, and including flying, different fly, different color, very beautiful. So now we too much exploit animals, and then I really feel like big animal farm. So these are because environmentally also very harmful. In America, there are some big beef farm. I think it's too serious. So meantime, everybody become vegetarian. That also impractical, especially those cold climate, like northern Tibet and Mongolia. Through generations, their life depend on animal. But meantime, like India, there are a lot of vegetable there. So in India already vegetarianism very good. So now since last few years, I appeal our big monastic institution and also some school, their community kitchen should serve vegetarian food. So we make a little contribution. So it is very useful to promote vegetarianism. And so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about develop some more vegetable like that. 此外，因台湾佛教信众之祈请，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五10月2号至4号为期3天，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勤宫，透过网络视讯，向台湾及全球华人信众教授宗喀巴大师所著的《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及《入中论》。尊者在讲法期间，除了强调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外，还呼吁信众培养慈悲和利他理念。在谈到中国的佛教文化和共和理念时，尊者指出，以我个人来讲，在政治立场上，我不寻求西藏独立。虽然有些藏人批评我的这种思维，但是我更喜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和概念。在共和的理念当中，少数民族像是藏族、蒙族、满族、新疆、
回族，我们可以在共和的理念当中和睦相处。접수하는 샤샤네 내 랑제 쪽이 요마다. 자 표시 난자리야 내 랑제 쪽이 민두시네 견주 정해 용도. 내디 중화人民共和国사기共和国사대 가 가보도 야나 매만 지든 계급 사기 지든 사대 나로라 아니 지기다 정윤미리 아니 표시리 소보리 아니 만주리 아니 다가는 신기다那新疆下下呢，我说培养过就上大呢，是吧？极端这个养活就让上大不行呢，的不是头结果没多啊，是吧？实际的印度，这样。另外，总部位于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于近日发表长达28页的报告指出，中共当局于今年6月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名，对西藏东部安多桑曲地区经中共统治下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10名维权藏人，分别判处8至13年不等刑期。报告指出，10名遭判藏人皆为当地的志愿者及社区领袖，备受当地藏人民众的尊敬与爱戴。中共当局近年在夏河县展开高速公路的建设项目，并且对当地居民的房民与农田造成严重的损失。当时，上述藏人除了表达自己的合法权利外，还要求政府给予赔偿。同时，他们还于2012年阻止中国商人在夏河县王格尔塘街道村建造屠宰场。因此，中共当局在数年后歪曲事实，对上述藏人以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的罪名进行了审判。10名遭判藏人分别为扎西佳木措、梁七和、加老、索南木加、德和泰加、才相、丹巴佳木措、丹真道吉以及丹真才让和焦巴才让。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报告还详细地介绍了中共当局长期以黑恶势力为名打压藏人的基本权益，以及剥夺藏人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对此，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谴责中共法院的审判是不公正的，并且违反了中国的相关法律和国际法。此外，藏人行政中央于上周五10月2号，在印度独立运动领袖、非暴力哲学和策略的先驱圣雄甘地诞辰151周年之际，举办纪念活动，表达敬意。藏人行政中央于当天在嘎夏秘书处办公大楼前举办纪念活动，并升起印度国旗，向圣雄甘地表达敬意。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部长和秘书长等高级官员出席了活动。在升旗仪式结束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代理人、宗教部长玉托嘎玛格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今天是圣雄甘地诞辰151周年的吉祥之日。为了纪念仍在世界上广为流传的圣雄甘地的真理和非暴力理念，庆祝圣雄甘地诞辰的最佳方式是铭记、实践和推广他的真理和非暴力理念。部长玉托嘎玛格列进一步指出，作为佛教徒的西藏人是圣雄甘地精神的真正追随者，因此世界各地的藏人也应该铭记这一天的意义。另外，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多夫·赫斯根于本周二10月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3委员会例会上，代表39个国家宣读了一份联合声明，呼吁中共当局尊重新疆和西藏人权，同时对香港现状表达关切。据了解，德国、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等39个国家的代表在这份联合声明中呼吁中共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其他独立观察员不受限制地进入新疆和西藏，并尽快落实由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提出的8项保护新疆人权的措施。
包括停止任意拘押维吾尔穆斯林群体等。同时，声明还要求中共维持香港的自治权利与自由，并尊重香港司法的独立性。该声明引用50名联合国独立专家于今年6月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达严重关切而发布的联合声明，以及300多个民间团体响应独立专家的声明向联合国提交的公开联名信。此外，美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安德鲁·布雷姆贝格先生于上周三9月30号会见了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及工作人员。布雷姆贝格大使在与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齐美仁增和人权事务特别专员赤列去吉女士历时1个多小时的会晤中，谈到有关中共持续侵犯西藏人权的行为，以及中共对超过50万藏人实施军事化劳动和第11世班禅喇嘛失踪25年等问题。与此同时，当中国于10月1号庆祝其建政71周年之际，有流亡藏人、东突厥斯丹、南蒙古和香港及台湾的民间团体在世界各国发起全球抗议中国运动，抗议中共对其统治下的少数民族群体实施暴力镇压和系统性破坏宗教、语言和文化的政策。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珠次仁和北美藏人与其他人权团体的代表一道于当天聚集在华盛顿国会大厦前，参加了此次活动。而流亡日本的数百名藏人、维吾尔人和南蒙古人在日本东京参加了抗议活动，抗议中共压制和破坏其宗教、语言和文化。在抗议活动结束后，上述少数群体的代表还参加了在日本国会大厦举行的会议。与会的日本国会议员坚信争取民主权利、言论自由、人权和法治的斗争将取得胜利。此外，在意大利的米兰和罗马、奥地利的维也纳、瑞士的苏黎世以及德国的柏林和慕尼黑，也在当天同步举行了抗议活动。此外，位于卡尔梅克首都爱丽斯塔的释迦牟尼大清寺于上周五10月2号举行建寺第15周年庆祝仪式，同时举办一场感恩达赖喇嘛尊者的图片展览会。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代表戴洛仁波切出席该展览会，并在开幕式发表讲话。据了解，主办方还举办了一场达赖喇嘛尊者的照片展览会，并向来自各地的佛教徒与民众展示尊者分别于1991年、1992年以及2004年3度参访卡尔梅克时的历史照片。据悉，此次的展览会的照片皆为该国文化工作者及摄影师尼古拉·波谢夫的作品。此外，戴洛仁波切在照片展览会上为4本新书揭幕，分别为达赖喇嘛尊者的照片摄影集，记录1920至1930年在卡尔梅克发生有关迫害宗教自由事件的书籍，卡尔梅克佛教僧侣的介绍，以及佛教念诵的经籍等。另外，英国国会议员恩因·邓肯·史密斯爵士于本周三10月7号在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主持了一场有关西藏问题的辩论会。9名与会的英国国会议员呼吁中国政府对侵犯西藏人权的行为负责，同时就中国政府对超过50万藏人实行的军事化强迫劳动的政策进行讨论。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于上周四10月1号一致通过了一项2党决议法案，重申美国政府支持藏人寻求名副其实的自治，同时也赞赏达赖喇嘛尊者致力于推广世界和平、倡导非暴力以及捍卫人权和保护生态环境所做出的成就。据悉，该法案由众议员泰德·约霍、麦克考、
克里斯·史密斯，以及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吉姆·麦戈文等人士于去年底共同向众议院提交。该法案接下来将由众议院全院表决，若通过，将会提交到参议院，最后由总统签署后生效。观众朋友，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